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伊的名我那一日国，我拢叫伊江国的。哦，这回伊较功夫，去到因办公厅门口迎接我。我讲国兄啊，你专工来遮等我，煞唔知影你最近消散落吧？干那看镜头嘛，知影讲你有咧做不咧食。今日行来到我办公厅门口倒拍西，吼！这句倒拍西，我讲国兄，足久唔捌听呢。老辈才有讲呢，倒拍这动词，倒拍西就是啥？就是倒头栽啦。伊安尼甲我插咧，甲我换咧，换去到以后坐咧讲国情啊，我泡这个3万的冠军茶来请你。倒拍西，日本时代人就有讲，就是讲倒向兄的意思。啊，国兄，你嘛知影讲吼？我最近安尼吼，气血无力，足气的呢。对，我今日看节目嘛知，甲所有这广大观众朋友共款烦恼。哦，啊那安尼，共我泡茶请我无啥够呢，毋过摕2项来补咧。啊，国情啊，阮遮你敢若行走骹咧，要爱啥家己杀啦，行走骹。台湾的我那3字，我那动词起头的，行走骹安怎样形容？你知，我嘛知。袂说讲，敢若对咱兜的房间行去到灶骹；袂说讲，敢若对咱的客厅行去到灶骹，就是讲足熟悉的线路，逐不时咧行。所以我去到阿公兄的办公厅，互伊请食迄泡3万的冠军茶，定定咧去啦。你咧听解文说理的节目，我定定咧讲，袂说敢若行灶骹咧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国情啊，你袂使来到阮遮，结果煞甲我拍气角去，拍气角，意思讲。国情啊，袂使谈因遐吼有啥物重大。啊，若无，我对恁解文说理，广大观众朋友要安怎交代？恁若无才调，讲甲大空细字，无法度录影的时阵，我连带关系呢，拍起角。原来台湾话，动词起头3字，咧形容讲小可有重大失角差，小可倒位讲了着伤，袂说敢若一支地鼓，加落去落落涂骹，毋是喙齿哦，喙齿咱就无讲拍起角啊，遮一起，遐。拄啊好一徛，安尼讲就做拍气角，所以台湾话咧形容3字，3字用动词起头咧描写用词，真艺术，嘛真对当，嘛真斟酌。台湾话真正上界艺术的所在，就伫遮。